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介紹嘅方案叫一刻自足。佢嘅意思係一刻，即係15分鐘嘅生活圈，由純粹方便嘅社區變成真正自給自足嘅社區。而轉變嘅關鍵就係3個部分之間嘅環環相扣。政府目前推行緊15分鐘生活圈，方便居民出行。雖然呢個方案令生活更加方便，但係就冇回應到浪費嘅問題。香港每日有超過3000噸嘅廚餘送去堆填區，產生大量甲烷，建築物嘅冷氣用電亦都持續攀升。我哋想探討嘅問題係，一個方便嘅社區，點解唔可以同時係一個唔浪費嘅社區？第一個環節係用仿生製冷塗層幫建築物自己降溫。呢種塗層塗喺建築表面後，最高可以令表面降溫超過攝氏30度，平均節省40成冷氣用電。目前技術已經喺香港體育館同深水埗舊樓，以及全球接近30個國家應用，亦獲得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認可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只需要噴塗一次，之後就唔需要更換消耗品，長期運作成本可謂唔高。第二個環節就係處理社區每日產生嘅廚餘，將佢變成能源。同屋拍唔同，我哋針對社區分散式場景，即係比較細嘅規模，又適合喺每個社區自行設置嘅系統。我哋採用嘅技術叫 PSB 兩段式產能，由2位中學生發明。原理係用光合細菌同厭氧細菌分解廚餘，先透過暗發酵產出氫氣，再透過厭氧消化產生沼氣嚟發電。同一批廚餘能夠產出2次能源，有更高嘅效益。光合細菌產氫呢個方向，學術研究已經驗證咗超過10年，國際上亦將佢視為有潛力嘅技術路線。當然，呢項技術仲未大規模商業化，但正係咁，將佢應用喺社區場景就係一種創新嘅嘗試。頭先嘅2個環節都有各自嘅作用，但天氣日日唔同，用電量有高有低，2個部分到底要點配合先最有效呢？呢個就係第3個環節 AI 協調嘅作用。呢個系統運用3種 AI 模型分工 LSTM 網絡用嚟分析歷史用電數據，預測用電負荷 Transformer 模型整合天氣預報，估算製冷需求，強化學習就不斷學習同調整，喺今日多啲產氫同今日留多啲電之間揾到最慳電、最低碳嘅解法。呢個概念類似國家電網嘅碳博士系統，但碳博士只係控制建築物嘅用電，而我哋嘅 AI 同時協調隔熱降溫同廚餘產能。呢種全線調度嘅做法，目前未有現成案例，亦可以話係呢個方案最原創嘅部分。3個環節加埋，預計每年可以減碳550噸，相當於種9000棵樹，或者減少275架私家車。由用完即棄變成自給自足，呢個就係一刻自足嘅願景，一個真正自給自足嘅社區。